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今日有向的台飞地度共同关心讨论话题是泰高雄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哦。然后讲到的是那个高屏泰湖，其实呢，高屏泰湖头摆都基用人工湖到民国97年7月份的时间，有条件的通过环境评估哦。不过呢，因为一直无开发哈，预算年本立法院来删掉哈，因为就他讲因为讲，溪水库还是。然后闽南水库讲了，他讲的反水库，故说冇去哈。一直到民国99年时间呢，就提出讲，那基用人工湖报名那高屏泰湖啦哈，迄咩例如5只湖，迄咩成块4楼地啦2只泰湖哈。当时呢，有来讨论过，希望讲做来通过到104年做来完工，不过呢，可能呢因为经过的3年的时间，90年通过的到99年时间，已经经过3年，必须要做一个环境差异的分析的审查会议了哈。有时候呢，到最近呢，也10月30的时间呢，就进行了只高屏泰湖嘅种环境个评估哈嘅差异的分析嘅审查会议。不过呢，这时间呢，唔系块4楼地2湖哦，变做块。哈，例如 A、B、C、D、E 5只湖，然后把它开喺E 2只湖哈。不过呢，呢种专家分析特别都认为呢E 2湖嘅开发必要性唔係非常大。不过呢，呢只湖，呢幾隻嘅高屏泰湖呢，其實呢影響到幾個泰高雄地區水資源在穩定供應嘅只生態計劃，到底呢只高屏泰湖愛做也唔做，也係講用乜個辦法再嚟解決水唔來用嘅問題呢？今日有請到您嘅來賓。来共同討論，也請天使嘅觀眾朋友共同關心。馬上歡迎收嘅 T 嘅來賓係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嘅局長賴建信賴局長，你好。大家好。好，稍等歡迎收嘅係你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呢嘅退休嘅教授啦哈，溫韶彬溫教授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溫韶彬。講到泰高雄地區嘅種水資源問題，當然為了牽涉到您嘅種嘅民農地區，故所影響到您民農愛向協進會總幹事邱清輝，邱總幹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清輝。再來係你到南部地區長期來關心那種嘅地方嘅生態環境議題嘅地區公民基金會研究員楊俊郎研究員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頭下有講到，嗰種嘅高屏泰湖到底愛開啊，冇開啊，總共有 A、B、C、D、E 5隻湖哈。你阿爸喺討論過開了E 2隻湖哈，呢隻湖呢再提供哈當日10萬噸嘅用水，因為個哦，因為10萬噸嘅用水，會花了種嘅80人億來起哈，那成本哈非常嘅高哈。唔過呢種嘅經濟部水資源局因為講冇做唔得咯，還係愛嚟做啦哈。嚟先嚟看一下到底高屏泰湖哈，也基本呢就資料係樣蠻顯。好，再看到高屏泰湖年代人都基用人工湖啦哈。其實最早係因為大家反民農水庫嘛哈，民農水庫冇起，報名讓民農水庫替代方案就是基養人工湖啊，故所基用人工湖。到92年嘅時節，嗰陣時行政院仲有協管講，該按照高屏泰湖所以改名嘅咧。其實一天喺度呢高雄嘅旗山、民農邊、屏東嘅李港呢3隻鄉鎮地擺度哈。而家目前係屬於台糖嘅樹根寮並土庫2隻農場，總面積有697公頃安多，而這個噸嘅水嘅量呢有5500萬立方公尺哈。可能大家唔係非常詳細，但是講起來是像5隻高雄市嘅城牆湖安泰哈，也係您嘅基本嘅高屏泰湖嘅資料。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局長，就是說，我們知道高屏泰湖是為了解決南部的這個水資源不足，要穩定供水這個東西。那這個可是案子從90年到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歷經跟演變哈。其實我們節目在99年3月份的時候也討論過 C、D 2個湖區的這個開發。目前看起來，你們 C、D 2個湖區沒有要開發，是要開發E這個湖區哈。當時候還是有針對 C、D 這2個湖區，因為是要抽地下水，你們有挖了試驗池。那我還是很想了解，說這個試驗池，你們試驗出來結果是怎麼樣？其實我從這個推動的歷程跟各位報告哈，這個計劃民國90年的時候通過環境影響的評估，對，有條件通過。對，行政院核定這個計劃。那在過去這麼長的時間裡面呢，我們不但是進行剛剛我們討論的地下水文的監測，還有相關資料的這個收集，還有評估之外啊，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說，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的時候啊，造成我們南部地區相當大的這個整個水文、自然環境都嚴重改變。
那这种改变的结果，不但是对于水土保育还有人民的生活的安全造成的影响，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是对我们的供水能力也有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想方的设法，去找到一个很快速可以解决掉目前的供水缺口的问题。是。那现在我们从一湖区来开发是，基本上我们不新建新的取水设施，不新建新的取水设施，也就是过去我们在美浓跟旗山地区狮子头郡差不多4000多公顷的这个灌溉面积，过去大家讲说，也许我盖了之后，那狮子头郡可能取不到水了。那实际上的话，经过莫拉克台风的这个变迁，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持续的先去关注它，去监测它，所以我们基本上不跟狮子头郡去取水。第二个的话，在过去民众非常反对，在当地的人民我们都知道说，当我抽了地下水的话，可能就影响别人的这个地下水。是。那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做一个修正，所以我们在新的湖区里面不设井，不抽地下水。是。第三个的部分的话，它在一湖区最靠近我们连接南化水库到高屏堰的连通管。是。那我们可以借用这种连通管来蓄存南化水库原本在丰水期就已经溢流而出去的这个没有利用的水。等于说南化水库利用不到的水，在丰水期的溢流的水引到这个一湖区这边来就对了。好，不过呢，也最近呢，一湖区用来本大家非常的充实的隐喻哦。政府铺的这种的传统产业特色化的这个模特啦、毛豆的这个形象广告，讲呀传统产业特色化，再度赢回了日本的这个毛豆市场。不过呢，拄好了摆看个一湖区呢，多数都在毛豆农，以大面积港中那种毛豆田地不度了哈。故说，他讲那台湾的政府一方面鼓励你农民哈来变爱生活因为其实做东好去广告来保育哈，一方面又去。甲推动迄种田票本记得话，如果数转来吼，甲其实毛田吼种的时阵，因为有办法有技术了，就绿建产业咯。像沈腾等新闻记者去两头去了解下，到底也就一湖区几位影响到的层面很样板型，还有来进行等下的讨论。关那亚柜台片内常有嘅毛头田一条长牙去，经常有爆满嘅头夹见头。有單咪喺嗰邊天氣，為愛上移動日本嘅毛頭生產傳奇，現生出減嘅有18億元。不過現正一搭推同土地，未來會喺水利署嗰邊開戶嘅一天天，農民小農地為本年整數鐵，國際所有嘅大標就會冇鐵。地方居民的反對聲音很大，那主要是挖一個不會蓄水的湖，要來做人工湖，那只是浪費良田。希望是說能夠找個更好的方案，不要就把這些良田挖掉。就水利署嘅運算，喺個算是通過環境差異分析審查，增加嗰啲熱心嘅呢就會開始嘅高屏台湖一湖區188公頃嘅毛頭田就會冇鐵。經過跨部會嘅初步打合結果，農委會表示為能為前推動嘅地來漂撥一條毛頭農。一個是在屏東的這個建工。那這邊有目前供給鳳梨農民種植的一個田地是在明年租期會到，那台灣公司會優先把這個部分出租給毛豆的農民來種植毛豆。推動公司提出穩租約嘅方案，不過農民反映，現正黃梨田生條以外，就算穩到嘅地，未都難種毛豆。哇！你辦這所在，迄種石頭地你吼也要。耕作吼，也是要迄個要來安尼捧，就無在人啊捧安尼，迄就無在人啊冰土就可能整個迄個產量品質攏會差。40號遇到幾件南部地區水資源問題，水利署按說為傳統開發面積有700公頃嘅高屏台湖，現時地區為開發198公頃嘅人工湖，按說為4億86億元。按說總得提供等於10萬噸嘅用水，不過採地基面少，按用嘅規劃會影響到農業發展同採地嘅生活條件。因為水利公司等於下坡嘅水源比全部比切斷起，將水管係比切斷起嚟，個下坡嘅地下水由過濾過暗箱嘅水，越來越安尼裸出來，而比顯出來有氧化，會蒸發。按個會污染，韓國度安尼可以解決水嘅問題啊！
唔咩国民台府冇多都冇水深，这个唔咩嚟切对问题啊。民间团体认为，为解决欠水的问题，应该为先改善自来水的流水率，同时们希望水利署做得好好评估，加强污浊水废水过利用，含有弃用暗流水也条多年的水源方案，强化类事故水资源。新闻影片所反映出来台体民众的想法，因为讲其实开发新的水源，唔当老了下有个水源做好嘅利用，甚至咧污浊水、废水利用可能较假的办法啦。来问教授，你用乜嘢来看？现当可以了，本来讲虽然可以了2只，后面开到2只，了2只掉起就34万吨，哦，可能实在拉布了下20万吨，你下了2只冇开，变到开2只，开下去。80人是开下去，有限涨10个万吨。好，你认为按样迄个逻辑有通吗？所有对南部人嘅自来水、到工业用水就帮助嘅所有嘅方案，我全部全力支持啦。因为你各样人实在成功。到了下来，佢自来水喺你全身最差。水质，伊的空气系全身提好做的，所以高雄了解你台湾体态的工业的都市了解工人对你台湾的贡献非常大。我记得所得到嘅生活的条件，台湾最差，那个实在推高雄人出国，所以所有方案，เรา改革เรา记到。变到又好，好的水本机都有好，少嘅水本机都爱全部支持。嗰係有條件嘅機制，一個無條件嘅機制。不過依就隨你叫嘅按現嘅做法喎，我認為對好把提煉為你比湯講我哋燉水啊，假嘅啦，假嘅啦。你係一種嘅推湯嘅農場哦，唔係好把樹啦，係推湯嘅農場哦。佢全部係。屏東平原地位都係好傳奇啊！頭擺兩有冇就兩地安排提，頭擺日本時代隔一張土庫，和大堤喺個兩邊嘅地方做起來，幾個按照好傳嘅新生地。該是頭擺是好把台啊！你講你下，我們現在的土庫跟手機寮農場原本它也是河川的這個沙土地啦，是因為有了這個土堤之後，才把這個河川新生地變做農場哈，所以變做農場啊！該這邊該政府做的，所以該土地係政府嘅，所以你講到好把堤咧，也唔係水庫咧燉水便宜呢。好把堤，你頭擺新中央對你突然。新竹了就挖鼻通地地啊，大家挖鼻通全部對哪一人挖啊？錯。我挖到我底下就沙沙嚟吞起來。流水。就我挖下去，鼻通嘅水燉到那兩年的時流長長，一年就好像地底下你去看咧，青菜挖，1米3米下去，全部就水啊。係，應該運動平人嘅地下水嘅水當非常嘅少，非常嘅少，所以你愛治水用地下水來治是好。但錢唔是嚟挖出來幫佢挑石，你挑石係咪蒸發掉啊？唔是為咗提鼻湯，因為依個按你講好把堤依個底下嘅水50%啦，堤子唔長了一地方嘅，只有1半嘅係地下水。按你唔知啊，按你講有那個底下有水，其實底下是台只嗰邊係平原別底下是一隻排水庫，所以呢度算推湯是算過。2200噸嘅，2200噸，非常嘅少，滿塘嘅地下水。唔講係冇錢費嘅事講，因為你啊，無論係基隆人工湖，也係高屏台湖，其實都係因為冇去民農水庫嘛嚇，因為去民農水庫也係為咗太高雄體系水到底係拉用啊唔拉用嘅問題嘛嚇。咁經過咁多年嚇，你喺討論你啊義湖區啊嚇，唔都。入面農嘅後生嚟講，你都入經費係因為反水庫嘅成立嘅，你這個時間點上，你都要幫佢看呢隻開發案咯。嚟上就講其他嘅民農立場就唔係講反對民農水庫就支持就基隆人工湖嚇，因為我哋其實看後輩伊嘅一種開發嘅形式係咪合理嘅，開發嘅方式係咪合理嘅？因為其實當初我哋民農博士。學人協會嘛曾經提過也係基隆人工湖嘅一種提案，按過嘅當時嘅基隆人工湖係採用嚟
百里皮塘的一个概念啊，就讲提一类一种初步平衡的一种情况之下的善用呀平中平原的一种地下水吼。啊，其实我能提历史红拢大门清楚，头都也文教书嘛已经讲的吼，伊只是就相当理解，就讲客家人的也开发、开垦的历史吼。那闽南一片嘛，喺从南也离港也地方吼。越过呀高平海吼，落一片开垦的，所以我们也提体理方，提一种血脉当中，提产业方，其实拢係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认为就讲，虽然过去大家有一迷思，讲认为讲啊，基隆功夫还在基隆闽南水库一种替代方案。啊，毋过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一种开发方案，并唔係我们董事界所倡议的一开发方案，所以也政府的一种作为哈，真是差异太大了，跟民间的期待差千度啊。所以，因为讲，其实你哋还咧支持有效的来开发新的水资源，但是用百里皮塘也当到比同的方式，有效来调配管理来的比同水。地下也就讲嗰层，头个高速讲的吼，也地下已经过到一种历史层吼，伊就系咧过好的一种蓄水空间。所谓地下水库，还才用一个概念，唔系讲真是去个搭开了。哦，所以你百里皮塘唔系真嘅位在笔筒都掀填起来，没掀起来，好，还才利用伊本身的一种的地质啦。那我想请教一下杨俊朗杨研究员，就是说，那你们又怎么样来看这个高屏大湖从这个 A、B、C、D 一区，现在 C、D 区又变成一区这样的一个演变？是，其实我们个人的研判。政府单位之所以舍去 CD 区，然后先去开挖一湖区啊，应该是想要避开高雄美浓地区民众的反对，然后去选到一湖区，因为一湖区是位于屏东离港。那屏东离港的乡亲，而且是越狱引水，不用挖水。对，因为屏东离港的乡亲没有经过那个反美浓水库的洗礼，所以他们可能就组织效率比较差。对他们行动能力相对没那么迅速，就是看不起离港的乡亲啊，所以才会说，我们就从一区先来挖。但是我们预期是，如果一区真的让它开挖了之后，是整个其他4个5区一定顺势会开挖下来，所以。这不是离港乡亲的事，这是整个高雄地区跟屏东地区所有乡亲的事，这不能被政府来去分化切割来。所以我们民间团体是非常有共识，就是说，不管哪一个湖区，我们都不会去支持开挖这个动作。对，好。其實都認為身邊3歲時節要有針對認為比較高屏台風，因為佢通過嘅時間都嚟喺已經超過10年以上，而且經常在環境環差分析的審查會議上面，可是在審查會議上面，專家並沒有通過一湖區開發案，甚至覺得說你們要提出更詳細的說明來說服他們哦。那顯然對於這個一湖區要開發的這個專業上面有很多的這個。專家們都還不是非常的支持哦。基本上啊，還是要跟主持人講的。一湖區啊，剛剛主持人的板子上面有談到，一湖區這邊，它最逼近於旗山溪。那旗山溪就是我們舊稱的這個楠梓仙溪啊。對。那它溪的這個旁邊啊，有一條南化高屏的連通管。對。那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說，它的水量啊，其實它是。也是原来的旗山溪的水，在甲仙堰这个地方引到南化水库，甚至南化水库集水区本身平时的径流量进来的，然后超过它的溢洪道的高度的话，它溢流出去了。那我们把这些水量来运用起来，透过这条高屏联通管来进来高屏大湖，来去蓄存。所以第一个，它所引用的这个水量是最稳定的、最安全的这个水量。我们知道高雄地区现况的用水，160万吨的这个水量里面有80%就是民生用水。那这个民生用水的话，必须要提供给它良好的这个水质，这是我们水利署的一直的这个希望达到这个目标，也是所以良好稳定的这个供水跟水的品质是你们选择没有开发 CD 先开发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说，刚刚大家谈到了。我也赞同说温老师谈的地下水库啊，必须要去适当的利用。那从早期
在日据时代，日本人可能对于屏东平原都有调查。其实屏东平原地下水的库存量是相当的丰富啦。但是我的数据跟温老师的数据，也许引用的出处不太一样啊。大概是有9亿。那不管是9亿还是他讲的2000亿，那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量。但是古人常讲说，不能宁可凿井。那有一个层次，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在做井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去过度的使用。所以地下水跟地表水都是一样，是有进有出的。我们的适度的应用，有利于我们的民生，甚至有利于我们地方的发展。但是过度的使用，就有一些负面的这个效益出来。所以在整个解决掉高雄地区现况的供水缺口跟未来的用水需求里面，如何强化地表水的这个稳定的供给，蓄丰济枯，这是一个目标。如何再去增进说，对于区域屏东平原这么大的好的这个蕴藏的地下水，包括浮流水的部分，这一些都是地方还有环团都有相当对的这个有一些的提案。其实这一些我们同样是在运行。那并不会说因为这样子来互相的排挤。南部体嘅水资源都在拉白啊，唔拉白啊讲，都在係水唔拉用来讲，用到挺浪费嘅，还是买方式做来增加水嘅来源呢？可以团乡亲的心底话。其实最简单的替代方式咯，都讲从个人类森林嘅恢复转移嘛。我哋其实教科书都有讲过嘅，水的故乡在森林啊，有森林都有水，冇森林都冇水。有强山都有绿水，那你青山绿水，青山不见了，绿水也不见了，都变成个穷山恶水啊！整个山区冇去保养，冇去管理，本人这个滥开滥发，造成水源的枯竭，结果你来做水库呀，那个做人工湖都被本末倒置了。以前甲人讲啊，讲今仔太高雄地区嘅用水零成长、冇成长啊！冇成长，做嘛讲还会缺水咯？10年前讲缺水，今仔10年人工湖满位啦。哎呀，冇谈到讲应该冇水好食啦。按个天气，俺哋应讲咧，自来水嘅漏水率25%，全世界最有名嘅。漏水率嘅水管咧，安尼流出来，底下自来水厂流到人间去，一中间100吨的水到人间去，才存到75吨，1年下来等于一个翡翠水库的水冇摕嚟，做乜冇去改善咯？我常常讲，要来翡翠库。高雄它是不是真的没有更好的取水的方式？我们一直在推动，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高雄都有那个30-40年前留下来的所谓的附设井来傍河取水，打到河床底下取的这个水，即使是枯水期的时候，一个井都可以取到最少都有7-8万吨，如果多打几个，它还是可以拿到水。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直还是要做所谓的高屏大湖那我觉得这个我虽然它最后可能不会像越云水造成那么大的灾害，但是它至少它会对我们土地的利用是有问题的。台湾亲密一个乡亲讲到，虽然佢可能唔係對水造成動態影響，但是對土地嘅利用會產生生態影響。所以禮拜嘅新聞事件嘅主要點是講，對土地利用，然後到台東嘅農場咧，標本毛頭農民去種毛頭，台灣嘅綠建產業嘅外銷，毛豆的外銷產值是僅次於蝴蝶蘭。好，今年预估要上看20亿，是台湾第2大的外销农产品的产值是这么大啊！这边那土地利用方式会产生改变，然后那种农田、农场，哪一类水库的发是会产生那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哈，这样算命。我想请一下局长，就是说从2002年到2011年，这大概将近10年时间，我们的供水反而是从192万到180万吨，看起来是需水量是在下降的。并没有上升，可是你刚刚讲说120年的时候，预估我们的这个需水量会到180或177，那跟现在是一样的啊。那需水量并没有感觉并没有增加，那
开发这个 ABCD 湖区，又更让大家觉得一定要开嘛？刚刚讲的主持人讲的趋势，当然跟我的这个图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未来的话，它未来的需求啊，是这一条棕色的线，那紫色的线的部分的话，是另外一种比较节水。更加节水的这个状况的这个情境，那我们现在的供水量是在这一边，我们还是有一些供水的缺口。那当然这种成长啊，也不是无限制的上纲，它必须有一个屋顶的效应。就是说，我们谈到水资源的运用上面的话，它必须要是以供定需。那目前来看的话，以高雄市现况的供水量82比，80%是民生，20%是工业。确实。未来的工业的需求是比较大的。那想请教一下杨研究员，就是说，你们基金会也有对高雄市的自来水配水量，甚至漏水率啊，因为刚刚这影片里面有一个详细讲说，这漏水率一年漏掉一座翡翠水库啊，这个漏了这么多的水不去把它解决掉，反而是要去挖这个啊，就是说你挖这个一湖区86亿去解决漏水，搞不好都已经解决完了，还有预算还有剩哦，那。漏水率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从2006年到去年2001年啊，是高雄地区的漏水率高达25%以上。哦，每一年都在25以上。对，没有改善的迹象。2009年还到28%。对，那一天就漏掉46到50万吨。对，每天的漏水量是45万吨到50万吨。难怪一年要漏掉一座翡翠水库。那我们如果对应水利署他们规划的一湖区一天的供水量只有10万吨，显然这个10万吨跟我们每天漏掉的水来讲，是根本是非常非常小。所以只要花一点钱去改善自来水漏水率，就可以弥补一湖区的供水量。局长要不要回应一下？节流还是一个节流的方案，它没有增供水源，它只不过让我们的水量运用比较久一点而已。所以这古老这个人有说谚语，开源节流还是必须要去做。所以节流同时还是要开源，就对，要为未来的这个水源先做好准备，就对。未来也是需要持续不断的节流。OK， 好，该问稿想要抢稿哈，睇下假如也有相信讲到关辐射井啦哈，浮流水啦，蚌河取水哈，做得利用到请到的地下水的部分哈，我们讲咧哈，看迄个推翻地下水的为咗无摸井浮的状态当中哈，所以你看地下水也蛮容易到当中，你看目前看嘅某一家专责单位才讲啦哈，迄面两部分你老地下水好好来管理，有效来利用的时间，可能也做在改变哈，你看。大家为了正水、脏水、水唔哪种问题来上脑筋，睇哪同问题在解决。我哋有只圖啦，大家去看啦嚇。咁看啊，我那只桶啊，對咧接咗地下水，你係一隻漿。這個地下水，你用胖浦撈漿水打起來係嗎？呢個胖浦嚇，因為要一長時間，呢個地下水就好帶掉，唔係出，所以做一隻嘅胖浦嚇，胖浦來浸水，其他嘅時間係水少啊，緊流，即刻會噴出來係啊。頭熱流熱流，而家老機用嘅桶來量，來量嚇，你16粒嚟桶，15秒15秒就滿了16立方尺的一個水桶。所以兩隻漿，兩隻漿從哪到呢？你咧講嘅對屏東喺特別上班嘅美和嘅附近，內埔那邊。所以呢兩隻漿是應該是流去幾多水？你來看，來算啊，嚇，算了啊，1秒鐘一立方，1點鐘3600粒，3.6噸，一年86噸，一年幾多噸？一年3萬噸，31000噸，一年3萬噸，水是按流的，個水嗬，這個摸引起撈啦地下水做綜合管理，我說緊流，但係佢講按誰家要胖浦，一年是流嘅31000噸，所以一天為對了嗬，有一隻新的做法，我們因為
慢慢来去干，然后所有咧从咧流体咧吼，哦用引起来降咧大伤体，莫来落来食起来，莫安平静了。一天我有自己的做法吧，你也是安尼伫咧讲吼，水要慢用，对家己水机很会紧张啊，很紧张啊，好听啊。哦，我想你等下人过来强教你告诉我，到底马上来讲下最适当的哈。不过头下看到，最近咧流体的需要非常的多哦。到底啊体下水要乜利用对台湾是最好嘅？有的地方用的强多，结果造成体层下陷；有的地方的水因为体下水强能紧喷出来，紧流体。哦，家看到1年500万吨，哦，家最近做几个深度的问题啦。不过有乜嘢？都开发变做一个有效的管理，可能喺新嘅司机，大家对水嘅资源嘅一个想法，一个重新来改变啦哈。唔过，你先去看下，广告以后继续关心，不要太高雄提起嘅水资源，甚至不要台湾嘅水资源，应该用乜嘢运用？等下马上进入节目现场。